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？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惜命。我那点决定要将我嫁予你，所以我要带你转去啊。啥物啊？你讲对啊毋对？你真是要对我转去哦？哎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。人是咧讲你讲生笑的啦，你莫遐着急啦。哦，你是咧甲我讲生笑，安尼就无要紧。等下啦，小苗小姐，你是要去倒？我那爹无爱伫我，我想要嫁的人唔娶我，我就来跳港啊！这个，啥物啊？你要去跳港？是啊，我伫我无所在通去啊。彩球小姐，跳港是会死呢，你莫讲生笑啦。谁甲你讲生笑？彩球小姐，跳港是会无命啦！我拜托你莫冲动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啦。你莫插我啦！我袂互你跳港啊！彩球小姐，你有要紧无？彩球小姐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的脚，你的脚安怎？我的脚扭着。你要落脚细去，安尼是会摔死呢。这事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这么关心我，要创啥物？回弟，我是一个要跳港的人啊！我拜托你啦，你莫搁讲跳港的代志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不准你跳。你凭什么讲我？我毋是你的啥物人啊？啥人讲你毋是我啥物人？你阿爹已经将你送我呢。那呢？你小心灵，我是你的牵手啊！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只要你若莫跳港，我就承认啦。来啦，我甲你爱啦。你创啥物？你的脚毋是伤着啊，我爱你转来去啊。这就是阮兜，你的脚还阁会痛。丽丽啊，即马真晚，阮阿娘一定要困。连咪哦，我提着洗甲你的脚推推的，反正明仔载就好啊。好啊，多谢你。好，你一定忝好，我带你来房间休困。多谢你。是。
老早，老早哈。啊，你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哪会走阮遮个扫涂骹？我。阿娘，你哪会遐早就起来？春梦啊，啊，这是啥物人来走来咱兜啊？以后做菜叫，是我带伊转来。是啊，阿母，我是伊家后啦。你春梦的家后？哎呀，等，我来听啊无煞煞安尼啊。春梦啊，昨毋是甲我讲要去个钱王因兜做工，啊，哪会突然带一个牵手转来啊？阿娘，伊就是志愿话第二个查某囝，嘛就是我定来甲你提起，人生出水，性格阁善良的菜苗小姐。哦，是伊哦。阿娘，就是迄志愿话吼，将菜苗小姐送互我做牵手的，毋过。毋是啦，伊讲毋对啦，毋是阮阿爹吼，甲我送互伊做牵手，是我甘愿要第个啦。哎哟，安尼袂用啦，袂用啦！呀安尼吼，春娇若知我是要安怎交代呀？春娇是啥物人？菜苗小姐，阮阿娘伊讲，阿母讲啥物？伊讲，伊甲我讲的意思共款啊，叫我袂用咧带你，因为我饲袂饱你，佮叫我即马随送你转去厝。袂用啦，袂用啦，我袂晓转去啦。春宝，你知影我是互阮阿爹赶出来的，我是要安怎转去啦？啊，你袂用咧转去吼，啊，我嘛袂用咧留你啊，吼，转去啦，紧转去。对啦，你还是赶紧转去。阿婆，你阿婆，出来一个啊，阿婆。阿娘，是恁两个声音啊？啊，恁有是咧创啥？恁出来甲看卖啊！哦，阿婆，唔着紧出来一个。恁两个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就钱夫人叫我出来找你啊。钱夫人啊，恁有代志阮我讲，我先来走吼。多谢你。别啦。志夫人，毋知影讲有啥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啊，到阮菜桥仔吼，昨暝走以后，我就一直袂放心啦。啊，是想讲来遮甲看卖啊，伊人有伫遮无？安尼哦，伊就阿娘，阿娘，怪查某囝，阿娘，查某囝不好，害你对我烦恼，搁走来遮看我。阿娘无怪你啦，只要你若平平安安吼，阿娘就放心啊啦。阿娘，查某囝甘愿互害你教下掉一世人，一世。哎哟，乖查某囝，你毋通甲恁阿爹生气，伊会安尼做吼，完全是为你好，你知无？菜玉啊，你这是何物苦呢？对一个掠水果善食人吼，啊过迄个艰苦的生活，你明知阿娘伊会毋甘，我看你也是对我来转啦。我不爱等。啊，你根本就无这个心，啊，你何必计较遐尔有志气咧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你是讲吼较张一个，看阿弟会加分我财产互你袂，对无？阿姊，你放心，我既然要带春宝，我特别爱出来一身钱。哎哟，讲到这尔好听，死鸭硬脆皮。我看过规家，你若无法度吼，过迄个艰苦的生活，想要转来搁歹势。我看你不如即马吼，乖乖啊对阮来转。对啦，菜桥小姐，你还是转去啦。春宝，你家看卖啊，连这个善食鬼吼都无爱治你啊呢。啊，你搁好面神哦，吼，安尼死烂人，都毋知影通见笑。好啦，菜桥小姐，你还是转去啦。毋是我无要留你，是我正经饲你袂饱。你转去啦，莫搁留踮遮食苦。吃苦是我甘愿的。阿娘，阿爹已经甲我配合春宝，我着生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啊！哎呦，菜玉诶，你安尼是何物苦咧？毋免啦，遐尔啊铁气啦，啊若毋免哦，惊歹势。阿娘，请你转去，请你原谅查某囝的不好。
菜油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起来起来起来！阿娘，既然菜椒啊吼，就遐尔坚持啊，我看咱来转啦。菜油，对阿娘来转啦。阿娘，你转去。菜油啊，菜油啊！阿娘，不行啊，阿姨，错无啊，阮查囝伫遮，你都要好好对待伊，知无？好啦，我会啦。啊，袂用啦，袂用啦，你袂当像教我啦，阿娘，错无啦。菜药小姐，毋是我想要孤死偌好春某，实在是我已经手绝要嫁伊，我袂用阁反悔啊！假使伊若袂当收留我，等下我家己会离开啊！若是安尼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嘛毋知影，我要找头路，去甲人做查某囡仔，还是出家？出家？去甲人做查某囡仔，还是出家？出家？这边哪会用的啦？那无我就来去跳港嘛。你莫讲耍笑啦，你袂用爱死的啦。是啦，菜药小姐，但你也知影，阮厝遮尔善巧，阮囝是本来想互你带遮伫咧受苦，搁再讲吼，阮囝自细汉都有甲人定亲啊。娘，你哪从来毋捌甲我提起这件代志啊？讲起来都话头长啦。当年恁老爸少年的时阵，有一个结拜兄弟叫做石西，后来迄个石西有生一个查某囝叫做春娇，恁老爸全就甲伊定恁两人为亲事啦。了后石西甲伊个查某囝去外围做生意，经过遮尔久拢无消息，所以阿娘才无对你提起这件代志。谁知影前2天，咱庄内迄个朱阿伯啊，去城内撞到石西啦，讲哇，即摆偌好呀咧，叫迄个朱阿伯就爱带咱去甲伊见面，讲现在婚姻的代志。阿娘，莫去讲啦，我无爱。是安怎你无爱？假使讲若是要娶一个好家人的查某囝，我不如去娶菜玉小姐。话明啊，你讲啊，咱有甲人婚约伫咧，是袂去变卦呢。阿娘才想讲哦，这2天我人若较快活，要带来去城内，来去招老爷啦。菜玉小姐，歹势哦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阮囝袂用去娶你啦。我了解，无定着，我甲春无无缘，我嘛袂阁计要嫁互伊啊。毋过，请你互我带几工，我家己会离开。好，袂要紧，只要你若无去啊，你只继续住嘛袂要紧，吼，袂要紧啦。多谢啊，多多谢啊。谢谢吼。菜友，菜友啊，我为你着休息杯啦，你若唔紧来哦，我就要死去啊！少爷，菜友，菜友真正是你！哎呦，我心肝宝贝，我就知，你定嘛咧孝顺我吼。真好真好，我心肝宝贝，你敢知影？我为你着休息表，刚才你即马来，啊若无我就真正要死去啊啦！来，我进去。洪少爷啊！少爷，你哪对到安尼啦？我大姐妹是你哦。是呀。洪少爷啊，哇，你嘛足随便的，足凊彩咧，啊，家己迄查某干哦，安尼浸甲鼻卜叫，你是咧后面讲啥啦？迄是对我后面来咧。少爷，人家拄我要伊摆甲你讲，台少爷来找你，你就甲人揽的，一直金。台少爷，你嘛有
着吼。对，我对头到尾拢有看。少爷，你要搞负责啦！要负责咧，我是要负责啥啦？你伫讲真啊？你要带我啦！啥？我爱带你？哎呦，你莫在那做面目啊！你若唔入哦，我就卖你查国经哦。少爷，你咪啦！甲人真了就秘密，实在是有够无情的。可怜啦！洪少爷，我看你规气甲带出来好啦。莫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搁踮咧念戆话，我咧信哦。莫受气啦，讲笑的啦。对啦，你今日找我来要创啊？创啊！那你欠我一坐，是当时要行啊？歹势啦，最近唔知安怎手气有够歹啦，跋大脚输大脚，跋小脚输小脚，加几工吼，我咧阮丈人爸甲挖我出来，才行你啦。袂用一啦！你今仔若无还我的钱哦，我着甲你的手哦倒来滚汤。莫生气，我知啦。你毋是介意阮迄个姨啊、菜叶啊？甲当你才知，你即马哦才讲着重点。这件代志由我来负责啦。这就是我今仔叫你来的目的。毋过吼，菜叶吼，既然吼走去迄个散鬼吼，水家某缘投呢。你袂晓去因兜去甲拖出来哦？我免哪有法度。你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安尼真好啊。安尼哦，你只有一条路通行。一条路，啥物路啊？去死啦！洪少爷，你莫甲我威胁啦！我都上惊死的啊！毋是干那威胁尔，你今仔哦，若无甲菜哦掠来做我的某，我毋若剁你的手，我搁要剁你的后骹。哎呦，你还袂剁我骹就会疼。你莫遐歹啦！等你就知我都较戆。无安尼啦，洪少爷，你较巧无？你替我想一个办法好无？我来想办法啦。哎呀，想办法。有啊。有办法啦！啥物办法？来。来去哦。阿娘，安那？敢会用莫去啊？我拜托人去甲石老爷讲安尼，哪会用无去的啦？对啦，去啦！啥物对啦，去啦！你敢若做欢喜，讲我去娶迄个春娇是？我毋是欢喜，迄是时大定的婚约，你当然遵守啊。要毋过，我根本就无介意迄个春娇嘛。迄真歹讲哦，凡事哦，你若看到伊，你就爱着伊啊。凡事哦，你若看到伊，你就爱着伊啊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蔡玉小姐，你敢若做希望讲我去买条春娇去娶春娇？你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哎呦喂啊，春木啊，蔡玉哦是咧关心你啊。对啦，请你莫误会啊。阿娘，卡水英若叫我娶别人，我就无欢喜啦。若是安尼讲起来，你叫我娶你，这毋就拢是假的？毋是假的，毋是假的，我去娶伊，安尼你咧？春娇若答应吼，我做事嘛不要紧啦。阿娘，你甲调看卖，伊心肝偌歹啦！我娶一个某，我就强要饲袂赢，我娶人的哪有法度啦？哎呦，人蔡玉小姐，你甲你讲笑的啦！我再讲，人是千金小姐呢，咱哪用糟蹋来讲叫做事啦？来，行，来去啊，进来。对啦，你莫学袂走的，遮歹人做多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你放心啦。还有啦，你巴肚若枵吼，会当煮番薯汤来食。多谢你，我袂枵死的啦。阿娘，
人都已经有未婚妻啊，我阁留伫遮创啥？不如趁因倒来进酒，我赶紧离开车。周老爷，真侪年无看啊吼。春木啊，紧嘞，甲叫一个丈人爸。慢请，丈人爸无是叫安尼紧，请问，伊是春木啊？是啦是啦。听人咧讲，好声相像啊。一个安尼戆手戆厝，可能安掠水鸡过着散起来的日子啊。阿爹，是啦，阿爹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阿爹捌甲你讲过，甲你有分了的春木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因阿娘啦。春娇小姐吼。阿爹，啊因今仔日是来提亲的哦。是啊，对啦。啊，你信物毋知有早来？哦，有啦。啊，这就是当年周老爷你定亲的信物。哦。阿爹，我看卖啦。这是啥物物件？哎呦！订婚信物破去啊啦！阿爹，这是歹吉掉啦！你赶紧甲婚约取消啦！取消上好啊！袂用的，啥哪袂用啊？这个婚约都是春梦因阿爹定的。假使若甲伊取消这个婚约，我是要来对因老爸交代的。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向春木成亲哦？你敢饲赢我？莫讲饲赢，就准算讲吼，伊掠一个月水鸡吼，也无够我买一盖胭脂水粉。这我知影。你既然知影，为虾米搁搞面皮来阮兜提亲啊？我看吼，你根本就是食软饭的，小想我来饲你啦！我这是因为吼，这个婚约是恁阿爹甲这个春梦因阿爹定的。假使若是来取消婚约，会互人讲闲仔话，所以阮今仔日才要来提亲啦。无毋对啊，虽然讲阮兜散食，也毋过阮共款是有情有义啊。你的意思是讲阮无情无义啊？刘夫人啊，阮并无要退婚的意思。你既然要来提亲啊，阮当然无反对，不过也是爱照礼俗啦。阮下品的要求也无济啊，只要黄金50两。50两哦？是啊，还佫有礼饼1000个。礼饼1000个，你是要食甲落屎哦？啊？无啦，我是讲你食遐尼济，是要食歹巴肚的。你讲我会食歹巴肚？无啦，我是讲你食愈济，愈有福气。安尼毋才甲差不多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你若是甲聘礼传足啊，不管是用来带阮春娇。好，春木，咱来走。等下，时间是毋通拖伤久。安尼啦，我互你宽限1个月，1个月若到，我是要甲这个婚约取消哦。取消上好取消啊！行啦，来走啦。无送啊，算行哈。妖狗想要食猪肝骨，也毋先看卖家己是啥物款身份。这阿爹自然是拍算计的。我的精神有伫个无？真是死恶狗，都毋知佢来要创啥。奇怪，我拄则有闻到一阵阵的酒香味，安尼突然间闪过去。我的精神啊，你有咧啉烧酒无？我吼闻到吼酒香味呢，有酒香甲无酒香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唔免你管。我的精神啊！有朋自远方而来啊，飞落福啊，吼1箍好啦，要吼去别人遐好啦。人咧讲吼，客来主顾，影响毋是欺人的。我管他你啥物人，你土豆人也是虾仔人嘛同款。或者这是呐，若对朋友吼无情无义的人啊，是比精神较不如呢。比精神较不如，迄有时精神哦，比朋友佫较有感情的啦。你即马讲即句的意思，就是免骂我无情无义咯。都摇人不低啦，除非己无为啦。或者这是，我是讲哦，真久无来找你开讲，今日专工来呢，听你的口气那是无原谅我哦。哼，我不但无原谅，我嘛希望你永远哦，可莫来往的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讨厌你啦！或者这是你，讲啊你这死破头啊！
我甲你讲啦，若甲你遮破狗做朋友的人哦，唔知要安怎你害死到，抑阁唔知影啦。好，你敢侮辱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身价，我今日哦，你无了啥你。拜托咧，想着讲你来了啥哈？你叫伊讲我第一囝哩哦，要表，要表就来啊！你哪安尼哦？唔能怪我老孙对你无客气哦。哎，莫当遐伫臭汗啦！你有啥物讲我叫你真点点出来啦？我也无咧甲你信啦。好，你人你是咧创啥？做神明的人咧相拍，倒是叫凡间的人知影，唔笑干了。哎，赵信，你来得拄好，发得这神哦，令我无情无义啦。什么出卖朋友？你讲我老孙敢这种人，敢是这种人就？敢有哈？哎，我来进行。这个孙悟空敢有出卖朋友，啊无情无义啊？代志都调查无清楚，就走去玉地啊做了白啊！讲什么我甲凡间一女愿意发生感情，又搁生一查某囝。你不来会怪我？我孙悟空是为天庭的检察官，当然嘛要为天条的正义。不管你什么姓名，违反天条，一律当罪。免当遐讲啊遐尔好听啦，也结果咧，我嘛是用冤枉的呢，我是用迄个水仔言哦，安尼变做我的模样哦，去欺骗外面的感情啊，你知无？这假啦啊假，啊那无话通讲哦，哼！嗨，孙悟空啊，你做代志真个是伤过冲动啦。无怪讲哦，这个好地进行哦，要甲你这个朋友切。歹势啦，好得这是啊，这件代志哦，确实是我吼一时的失策啦，失礼啦。哼，凊彩回一失礼就要准拄煞，啊无你拍什么来做？安尼就随在你啦。乖，孙悟空，你看，你搁咧起凊面啊？无怪讲哦，这个好地进行哦，无还原你来这间土地公庙。哼，我已经向你回失礼啊，也讲无管你，我当然嘛生气啊。哎呀，回失礼吼，唔是这款方法啦，啊无要安怎？哦，安尼哦，这简单，哎，我这是啊，这件代志哦，确实是我唔对啦，我今日后边哦，换一款吼烧酒哦，要甲你失礼啦，烧酒你倒咧。那安尼哦，嘛较差不多。好啦，过去代志哦，准拄煞你啦。也毋过吼，违反天庭的纪律啦，是我老孙的责任啦。不管你是什么姓名啊，也违反天条啊，我这检察官啊，绝对无了少伊，照办。你甲大宝甲绑起来。是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啦，叫你莫去提钱，你偏偏哪要去，结果煞是人家叫人糟蹋。想要甲阮石山，是一个欺骗丈夫的人。莫讲，呀，哦，哎呀，是嘞，好你家财，你有回失嘞，这个原谅你，后天啦，行路较小心诶。唔对咧，这是阮兜你为阮兜出来，我讲迄啥物啊？内底是啥？哎呦，安尼你无查啦呢？恁查啦吼？查啦，那恁厝吼有啥物件我偷摕吼？有影就对啊。这是啥物老师毋讲偷摕吼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搁讲我是查啦呢，我就掠你来做老港。哎呦，啊你大家拢后面的咧？哎呦，啊你话土匪咧，土匪哦！土匪，啥是土匪？我讲你搁假讲话学，你就抬一斤你就是无？好，安尼，咱掠落去，莫插你。安尼啊，啉茶啦。土匪敢走去啊？可能走会款。哎呦，三爷真歹运咯，叫石狮气到要死，拄来搁撞这个土匪啦，有够衰啦！安妮啊，你看，有一个包我呢。你看，啊，这个是菜药包袱啊，敢讲菜药叫遐土匪甲抓去啊？
内底真正是我要甜的人吼。无对，然后放入房间，放在面床顶。有听？紧来啊！这个死手机啊，平常时看安尼懵懵懂懂，骹手乱转，这件代志哦，搞得我办了袂歹哦。在着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洪小瑶全世界上缘投票票的，所以每一个查囡仔拢会介意我。到遐吼，你即摆倒伫我的面床顶啊！来来。这是目睭拖疼啊！这明明的菜药，我来变菜主啊！哦，这个手机啊，够苦啦！改摸，讲也记着菜药。好啊，但是这摆，肺先不小滚滚，哇，皮的嘛好啦。啊，拜托，我是特别对你犹太呢，啊？那是你！你甲你讲风气，啊无出赛叫来看我上好啊！哎呦，洪少爷啊，上我就上我啊三更半暝，我甲大声若叫人听着，惊叫人笑哦。你都进来救我啦！这个菜主啊，啥呢？嘿，我就真是菜主啊，是你哦！你看伊哦！洪少爷，我某啊，你放手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某的啊，啊你啊三更半暝走来洪少爷遮，搁大细声下你做人，嘛较知唔知咧？哎呦，啊！你我做乌龟，搁拍我！哎呀，好，呀！你这死穷鬼，碰到地个唔食狗哈！你食好大胆哈！你敢甲我讲分，老后这唔食狗困，你是要卖我做大夫啊？你碰到地个，你碰到，你碰到，你哪有这件代志无啦？你这样笑我讲，我阿笑是唔是安尼？我直接嘛，就看你坐伫面床顶啊，嘿，手机啊，哦，你用菜主来无上菜用，唔知影你无足乖哦。啊！你有听到吗？你讲我讲来接鸡巴哟！我卖怕死人啊！无啦，机会我都明明送来是菜鸟，我才变你啦！菜鸟你死啦！怕死啊！怕死啊！你真狗啊！哈，这么好真狗啊！你是讲吼，要叫我去讨去遐是唔好？我即马就来讨10几个，互你看！好呀！哎呦，洪少爷，那代志变到安尼啦，唔傻傻啦！少年的，安尼遮尔也茫困，但这外口安尼热热你是不是要找人？对啊对啊，啊，你哪会知影？我是一名木仙弟啊，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姑娘？对啦，你哪有搁知影吼？我袂记啊，你拄则讲过你是未木先知，你当然嘛知影吼。老阿伯，伊是毋是去互遐土匪掠走？
无，无，伊即摆人哦，伫咧房间内面伫咧休困。这哪有可能啦？房间我找3、4遍拢找无啊。也你若唔相信哦，你用个入去看。我敢有看唔到去啊？迄老阿伯会飞呢？我一定是咧眠梦啦。啊，对啦，伊讲彩玉小姐伫房间内底，我赶紧来看卖。哎呦，你这个真爱讲笑，我跟你讲，拄则来看一摆，连一个影嘛无看到。看卖咧啦。阿娘，彩玉，是彩玉啊！彩玉，彩玉啊！阿娘，阿娘，彩玉敢是死啊？遐拖从伊的尸体上转来遮啊！哪里变怎啦？哪里变怎啊？无我来甲看卖。阿娘，阿姨无死咧，还搁咧喘气咧。哎呦，这天公变保庇啦，下地下地哦，平安真好真。彩玉啊，拜托你好无？你若要叫我嘛，先讲一声。我突然间叫到遐尼大声，我差一撮行报答。我哪伫遮啊？我嘛唔知影。彩玉，是我生什么代志？我想到，恁去提亲的时阵，我爸我款款要离开恁家，想袂到伫厅内，我头壳行讲一个，就昏去啊。只要你若会当平安转来，我就放心啊。你拄则讲，你要离开哦？我是想讲，你已经要甲爸母相亲啊。我若住伫遮哦，会互你无方便啊。所以，彩玉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我是希望你拢永远永远住落去。嘿！这卡头打着，这卡煞开啦！哦，歹势歹势。你这样行人哪无小看者，连我手也咧打。我唔若要打你的手，我要你的性命。你嘛莫讲笑，我甲你也无冤无仇啊。非得你要死啊！我甲你讲真相嘛无要紧，是春娇叫我来杀你的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我的生活遐尼歹，我唔相信啊！若唔相信，你就去问严德王。但害了了啊，慢来一步啊！我嚟之前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事情不妙啦，算唔知春某因咧面这啊春娇啊，请杀手啊，将伊杀死呢。这小代志唔做大条啊！你讲知影？在后伫咧破草厝面遐现金啊，我未到你算盘进前哦，伊是袂用咧死的呢。你的意思是讲？我的意思是讲，等我来找人，将伊的灵魂甲伊讨倒转来，然后再请大夫来医治伤，也利用去春某啊因兜。我去春某因兜要创啥？你都爱冒充春某啊！无咱娘看伊无倒转哦，一定会烦恼，也可能什么彩玉无用哦，伊嘛袂安心嘛，所以吼，你莫伫遐所以，我讲，我无爱，我假做伊无成啦。啊哟，有够成的啦！迄成后搞袂出共一个某啊印出来啦。你若唔肯家斗3工哦，春某啊因咱娘甲你彩玉啊，加烦恼就烦恼死啦。你啊，好啦，既然你都已经开嘴啊，我敢有可能无甲你斗3工？伊昨晚一暝无困，一定是为着春波甲春娇的婚事。对，我应该帮助伊完成这心愿，互春波甲春娇成亲。你来困，咱毋去内底困啊？无啦，我无咧爱困啦。我想讲吼，都吼遮尔晚，春波呢还未转来啦。莫烦恼啦，可能念伊就转来啊。对啊，等春波转来吼，我想要转去看哪点娘呢。安尼好啊，转来看一下吼。阿娘。
阿姆，春波转来啊？阿娘，我转来。啊，你来穿安尼啦啊？我本来就穿安尼。你来穿安尼？嗨，煞袂记你变做穿青木衫。对啦，我本来不是穿这款衫啦，迄是因为我伫半路吼拄着一块破鞋，因上这束衫要等掉，我就捡起来穿啦。阿娘，你看我穿安尼，有下输无？啥物你下输哦？好，你会穿安尼哦？啊，无亲像我的囝哩。哎呦，安尼哦，无我等去换，我等去换。等，你是要等去倒去换？啊，咱厝伫遮啊，房间伫内面啊。哎呦，我唔知安怎啦，最近头壳怪怪，唔知你想啥。我等去房间换，我即马来换。彩瑶，啊，你感觉春波安尼怪怪无？是啊，我嘛是感觉怪怪的。换好，换好。阿娘，你甲看，我即马穿安尼哦，有成恁囝。啊，你换衫来遮紧啦？哦，查甫人换衫本地就足紧。啊，你讲今日掠水鸡，还水鸡咧？拄好啦，今掠无啦。掠无？啊，掠无水鸡，咱嘛都爱摕转来。有啦，我入门的时阵哦，我囥喺门口，我即马来摕啊。彩霞小姐，春波，我想要转去厝。哦，你要转去？转去是要创啥？转去看我阿爹，看我阿娘。好啊，你赶紧转去啊！我就知影吼，你是希望我赶紧离开恁家对无？我知影你心肝内根本就无介意我。免哪会啦？你人生做遮尔水，心肝又搁善良，我当然嘛介意。你咧骗我？我骗你是要创啥？你将来注定吼是春梅牵手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注定是我春梅牵手啦。我当然嘛爱你啊。你讲你爱我？对啊。你一定是咧安慰我。我哪会要安慰你啊？我是真心真意咧爱你，咧介意你。我就希望讲哦，咱会当赶紧成亲。春波，我听到这句话，我死嘛甘愿。你哪会讲死咧？将来咱两个搁爱成亲啊？哪有可能？安尼春娇咧？好，你莫讲春娇迄个歹心肝的查某啦，哼，将来伊会死啊足凄惨。唔通就谈别人。不过安怎讲，恁两个拢有婚约伫咧啊。菜啥物婚约唔婚约啊？咱两人吼是注定爱成亲的，这早就注定好啊啦。我足感动。其实我的心肝内，我早就已经认定我是你的家后。是不是？差点说话就停掉。你讲啥物啊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若要转去看你阿爹，你就赶紧转去，看看就赶紧转来。水啊！差就说闹够去。伊讲要转去找芝麻好啊，你是要创啥？阿姊，阿爹甲阿娘咧？你阁会记得阿爹甲阿娘？啊，你是转来找有代志哦？真无拄啊好啦，阿爹有应酬也无伫的啦，阿娘去庙里烧香啦。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哦，甲我讲也是共款。这，啊，你歹势开喙，你是倒来甲阿爹摕钱咯？阿姊，坦白甲你讲，我开始是倒来甲阿爹借钱的。啊，你毋是有讲过啊？你甘愿嫁迄个散食鬼，就无爱厝内面的一身五厘啊？我知影啦，一定是迄个散食鬼哦，叫你倒来讨的对无？我早就讲过啊，迄掠水鸡有啥物出脱的啦？到尾嘛是安尼饲伊啊？毋是，阿姊，毋是春无叫我倒来的。那你就是恁大家啊，两个拢共款嘛。哼，当初哦，
你话就唔好讲到遐尔啊晚啦。即马知影艰苦啊吼，就爱转来讨钱哦，去饲啦吼。阿姊，我倒来借钱的代志，揣无简单尔，拢唔知影，迄是我家己的意思。好啊啦，你要替两个辩解啦。你会知影咧，当初哦，阿爹为着你要嫁迄个善食鬼哦，一定去到半小时哦。伊讲你上好是莫转来，若转来吼，就要甲你的双脚讲好断。哼，伊哪有可能搁甲钱借你啊？我知影阿爹无谅解我，是你不好咧，你哪会当怪阿爹？是我不好。对，等下阿爹甲阿娘转来，你就莫甲提起我来借钱的代志。好啦，多谢阿姊。小等咧，阿姊，还有啥物代志？看你遮尔啊可怜哦，我来内面哦摕款银两哦，你做所费啦。哈免咯，四过春秋你共借钱啊，啥死啥死。唔免啊。哼，囂摆啥？要借你钱哦，佮妖怪计说你，你若遐尔有志气哦，就莫转来讨钱啊。嘿，某的啊，你有够凶的，亲姊妹啊，有困难转来要借钱，你真是毋甲爹尔讲。你是在戆到白白糗呢？讲你白手手就好同我拍架。哼，你无听人咧讲哦，人亲情，钱性命，上好是莫转来交叉啊，哈袂甲我吼烧一个分财产。老阿伯，我你唔好惊，你的伤哦算起来还真严重咧，小等下大夫会来甲你看啦，吼。对啊，我毋是已经去互人刣死啊，哪会搁活倒起来？你啊，好佳才去拄着我，也若无，你的性命早就已经放弃了。老阿伯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啊！啊，对啦，我爱赶紧转去，啊若无阮阿娘，还佫有菜鸟，伊会替我担心啦。免啦，你放心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有叫人去代替啊啦。有啦，我是讲哦，我有请人哦，去恁兜甲恁阿娘哦，甲菜玉讲啊啦，所以哦，你安心啦，踮遮静养。